多謝各位今日抽時間嚟參加呢個利東街節嘅一次嘅徵文發佈會。大家都係知道啦嚇，你今日係星期天，大家都將自己寶貴嘅一日就係花喺呢條利東街嗰度。今日嚟到嘅時候呢，原來好多招牌啊，冚唪唥都將條街景呢就蕩然無存咁樣呢，就拆到好冷清。咁但係呢個冷清呢，就令到我係感覺翻我當年喺11歲嘅時候，我1957年嘅時候入住呢條利東街嘅時候，嗰個感覺呢係翻好多嘅回憶啦。上一年我哋曾經喺條街裏邊呢，曾經辦過一次係呢個放風箏嘅活動，但係受到好多招牌呢，就令到我個風箏呢就唔能夠起飛嘅。本來今次嚟講呢，如果早知道呢啲招牌真係會喺一夜之間呢能夠將條街搞到咁清晰咁嘅環境嚟講呢，其實今日應該都可以進行一次嘅放風箏活動嘅。咁但係呢個放風箏呢，就並不是話放就放㗎，因為我哋都要事前要準備嘅。咁今日嘅環境呢，就使到我諗翻起我當時11歲嘅時候入住利東街，整片嘅灣仔係一個3層樓高嘅戰前嗰啲咁嘅建築物，當時住嘅樓係有吊橋式嘅，係冇樓梯嘅，係木嘅嗰個天花嘅，全部差唔多80%係一個木建嘅一啲建築物。咁當年細個住嘅時候呢，就經常呢都係啲大人呢，就係揾啲孭帶啦，同埋揾佢哋嗰啲所謂貴重嘅財物啦，都係擺等一笪地方裏邊嘅。點解呢？因為舊嘅建築物裏邊呢，就事實上係全部係木建嘅建築物，隨時呢會有火警嘅。喺嗰個年代呢，走火警係相當緊要嘅一件事嚟嘅。咁其後呢，能夠將呢啲3層樓嘅時候呢，就將呢條利東街由3層樓高，慢慢將佢變成咗一個唐樓式嘅6層樓嘅一梯兩伙嘅一種好有規劃嘅一個建築物。裏面嘅好處係點樣呢？因為裏面嘅時候，我哋發覺原來呢天棚呢係互相之間係可以串連嘅。大家可以打得通嘅。一時間任何一個單位如果有火警發生，大家攞啲面盤啊同鑼出嚟打響晒嘅時候呢，就大家可以分頭可以向上面天棚方面去走火警嘅。咁附近嗰啲樓梯呢，就做翻你哋嘅太平梯，咁令到啲人嘅街坊呢，完全係冇咗呢種咁嘅危險性喺裏邊嘅。咁嗰時候嘅規劃嚟講呢，其實係好成功喎。點解咁講呢？因為原來係一條樓梯上落就有兩邊2夥人，咁所謂一梯有6夥人。咁呢6夥人嚟講呢，嗰個居住環境呢，互相之間呢都係大家好通力合作，彼此個睦鄰關係好清楚。大家就算你個花名都清楚，你個姓名都清楚。因為點解呢？往往大家有咩喜慶啊，大家都係可以上天棚裏邊去飲宴啊，大家做到一種嘅到會嘅環境呢，就上天棚嗰度呢，就去叫呢啲係有名嘅包辦筵席嘅酒家嗰啲師傅呢，就嚟呢個做呢個筵席嘅。喺天棚去擺翻1、2圍啊，你哋屋企擺翻幾圍啊，多數都係請翻自己宴請翻自己啲街坊啊，又滿月啦、生辰啦，咁大家都係唔會話上酒家㗎。當陣時，你講50年代嘅時候，喺未曾香港暴動之前呢，呢啲酒家嘅根本個行業呢，就根本唔能夠咁繁盛㗎。嗰陣時大家都係喺自己嘅家庭入邊呢，去宴請嘅親朋戚友嘅。呢種咁嘅叫做到會形式嚟講呢，仲喺一條街嘅天棚裏邊煮啦，擺翻幾圍呢，就喺樓裏邊啦。就算有啲街坊呢，能夠騰出自己嘅廳嚟俾你哋啲街坊，自己擺翻1圍，或者喺第啲地方呢擺翻幾圍，咁樣互相之間呢，根本就係喺一種即係好高興嘅時候去慶祝人哋嘅滿月啦、生日啦。喺呢啲環境裏邊，大家覺得嗰個和諧同埋嗰個互相嗰個認知認識，係感覺到令到你覺得好有親切感，特別係嗰種安懷。即係我好安心嘅喺一個區裏邊嘅生活，彼此之間互相去關心，有咩危險嘅情況大家都清楚嘅。喺呢啲咁嘅環境裏邊，試問今時今日大家喺呢個社會裏邊仲有冇呢啲咁嘅感受呢？